大家好，我係葡萄幼稚園 K2A 張詠雯，我哋為大家表演《三字經》。我哋一出生嘅時候都係一個乖寶寶，我哋長大嘅時候要返學讀書。我哋要努力讀書，先就會變得更好。之後，我為大家表演《三字經》。人之初，性本善，